皇家香港警察隊嘅工作係非常艱苦，而且要求嚴格嘅，但係就好有意義。幾乎每一個新入伍嘅警員，每月嘅入息都有1000蚊。呢種工作不但可以服務社會，而且薪金優厚。如果你會考有3科或以上得到合格嘅，你嘅月薪將會超過1000蚊。除此之外，新入伍嘅警員都有免費制服、免費醫療服務、教育同埋住屋等福利。欲知詳情，請到任何警署或報案中心查詢。我叫做李豪，我有好高嘅理想，希望能夠揾到一份月入1000嘅工作。當我踏入警員招募處嘅時候，我仲未人知道究竟可唔可以達到自己嘅志願。我攞到嗰份申請表一睇，原來入伍嘅要求係咁嚴格，未必個個都有咁嘅條件。我當時就覺得，如果自己真係被取錄咗，咁就證明自己都唔錯啦。遞咗申請表，下一步就係去香港仔警察學校面試。我當時心情都幾緊張，但係我極力保持鎮定，要俾人哋一個好印象。主考官當時嘅心情唔知係點嘅呢？如果自己將來做到佢嘅地位，又會點呢？面試完咗，仲要參加體力測驗，呢樣嘢都幾蝦人嘅。不過越係艱難辛苦，我嘅心就越中意警察呢一種職業，因為要求嚴，條件高。如果真係被取錄咗，咁人哋都睇得起自己有本事，將來能夠成為得人信賴同埋尊敬嘅人物。過咗幾個禮拜，我就宣誓入伍，接受6個月非常嚴格嘅訓練。呢啲係對一個人嘅真正考驗，你可以知道自己係唔係一個負得起責任嘅人。初入伍嗰幾日，環境陌生，生活起居都唔同以前，咁當然覺得唔係幾慣。慢慢大家熟絡咗，有講有笑，好似兄弟咁。真係星期日放假，有時都唔想返屋企嘅添。訓練嘅過程越嚟越嚴格，但係我認為非常值得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學多咗，同埋識多咗好多嘢。喺課室，我又可以學到簡單嘅刑事法例啊、交通規則啊、紀律啊、法庭審案程序啊，同埋保存罪案證據啊，諸如此類嘅事，喺第處真係學唔到嘅。除咗上堂操練之外，仲有休息同埋娛樂嘅時間，打波、游水、捉棋，可以隨你自己歡喜去做。有時啲功課真係逼到唞唔到氣，不過我一啲都唔後悔，我自己有信心，只要能夠完成呢個短時間嘅訓練，就可以加入一種對社會好有意義、對自己有無限前程嘅終身事業。Aim and fire! Fire! 我而家成為警察嘅一份子，開始過一種新嘅生活，而且待遇都唔錯。如果你喺訓練學校參加一項簡單嘅考試得到合格，底薪就有1000蚊。如果考試唔合格呢，底薪就只係略為減少。但係假如你會考有3科或以上合格，你嘅底薪就會超過1000蚊。而且每一個新入伍嘅警員喺警察訓練學校受訓完畢之後，月薪亦會比